许多老师的认真爱开发，个不将爱倒下，更加也不是有人出来呼吁爱保护珍贵的自然资产。不过为超多的旧老师的亲身加了呛呛，都本人过难想象的。所以像伊个新冠命退嘅车粉肉，为30年来，如果是盲体保护老师的，还卖体使用安顿老师的，成立中途之家，本老师的唔爱个无落无错。也因为车粉肉唔卖书的，故说就算卖喺工厂囤家产，伊也真见乃唔好按多嘅开销，还是摆在5000万以上，唔是放弃，还打算爱成立老师公园。超过多年，强下应用保护老鼠的。罗粉丝王训勇，路带眼人去认识一个老鼠妈妈，团一个梦想。特别有历史、有文化嘅书诶，我特别想留。系一天要做一只老鼠公园，俺老鼠公园批一批人系预估啦哈。5000棵到1万棵的大树，就像古医院嘅院长用心照顾每一个成员穷困，阿分子特别来到树园，弄为了看下那跟命下那，看下那树嘅生长状况，命下那树性嘅保养。对佢来讲，园区底部嘅每一条树，拢像心肝命太穷困。我生日都冇照顾安好，所以人啊讲白咯。但是呀，书也好有灵感啊哈。当你难过啊，按你心情不足啊哈，你就来看它啊，因为运动的能量，让你心情较好。看它就看到枪嘛个呐，开心过。讲阿分子像古医院嘅院长，其实当正确。因为园区底部嘅每一条树拢系流浪态树，由阿分子了解妈妈，态树将是在延续生命。就比如人做工厂啊、开路啊或果园啊，较多啦。也人跟农民哈，专门较注重果园，这样有生产，其实树嘅无爱要倒脱，安尼俺迄地讲倒脱咧，俺就会来拖来就用晒嘅，安尼椅子啊哈。就会因为两个树拢系晒过来嘅，所以一般下会有上多嘅蔬菜。晒家要长柳皮，柳皮就爱本嘅复原咧。太大皮嘅，比如柳要当太大嘅啊，就爱复原就爱采一些嘅药嘅，个胶膜去包的安尼还能无烂嘅哈，就攞不包解成干。时代包起来，算系很远界，千本阿分子艰苦界，就会为到长久太树，无法度配合时节，太树托佢界延期底部时拍。晒树的时节啦，像过年前啊、过年后可以，较慢一些的晒嘢就成功率冇好，差不多，安尼唔要正当时晒嘅，差不多5-6分的啦，10条会有。3-4条果绳啊！用个性来形容太树时拍，是在知道阿分子尤其爱树。上下那时间，阿分子使用太树已经掌权30年嘞。家人台湾当开发咩？安尼可能看到的安尼，太头的树的引导安尼唔判得啦。广拜阿分子因为经营木材工厂，常在无去山行，看到太树坚强嘅生命力，对太树产生感情，也唔盼得过着树来做木材，佢听关闭工厂卖体使用流浪太树。100年的树嘅前沿树，佢经过极度嘅天堂、水灾、火灾、无受体嘅旱灾、无湿度嘅，佢真可以设到100岁、200岁。5年有办法嘛？冇办法啦。阿分子认为，太树代表嘅唔单止系生命力，更系当人共同嘅记忆。也沙非之年啦，因呢一只庄头嘅历史，也杨不卡历史，也条太路嘅历史，哈，经过年代安尼进步啊，
唔就少咩摕清多东西。因为要收容太树，阿芬至到苗栗山区万里埋地，深度是有600万多。本来到而无爱嘅太树有固性嘅蔬菜。当初伊个只晓做生意嘅调解员，除了向工人添收菜之外，照顾太树嘅事，拢爱对头开始学。学费叫多嘅就会顾啊，学费叫当多嘅啊，书行冇办法本啦。阿妈会请教人们冇一天正确，即个做研究啊，一边研究一边种，让个长会再生啊，也因为阿芬子专门收容流浪太树，是本当然建议甘去投做无本生意。不过阿芬子讲，按当然来，佢唔是买个一条树。青岛人讲系买哪轮买啊？其实啦，其實都想法也對啦，就講社會上做演藝嘅人啊，就望一條樹嘅獎可以賣幾十萬咩？但是我想法都冇同樣啊，就將會負債累累啊。因為要長久同安置嘅太樹太多，阿芬子變賣假山含啦，佢一年前甚至把5000萬嘅債，按他嘅壓力，佢強就會耐唔好。經濟太賺噶嚇。我來呀輸人，我來輸人向頭就講嘛。我講我叫千萬嘅輸嘅，就唔當唔一度輸嘅叫我一世，我就可以叫卡到嘅輸嘅，唔都當我叫起來輕鬆嘢啦，冇幫我放落去，你放落去一度就差咩啦，安尼。等於話路徑危險啊，係咪？危險哦，媽哦！阿芬子把在救太樹嘅故事感動人心。托各界現時人士嘅聽受之下，人生千低潮嘅時期已經告別，也開始知道今日嘅一家人來做，力量其實有限頭，所以慢慢去推廣理念。我就出來推廣愛護老樹，各位聽就為老樹造家，就講老樹嘅親好屋下，啲老人交流，希望我同中一隻家庭唔就。親戚朋友有介紹，唔要害怕，就要當多人來使用也個太樹嘅。可比愛樹，就算無蔬菜好種，也識得應用太樹。阿芬子當頭向太樹公園嘅目標來達標。比如唔係太老嘅人，冇地好種啊，嗰個一層層嘅人冇得晒，就有辦法有位好種啊。加上我喺老樹公園，比如說nhà屋下，哦，nhà bà以前嘅鴛鴦一條哦。啊，都nhà拉有鴛鴦一條，家筍嘅鴛鴦有一種連接啊。嗰陣時老樹公園啊，唔係財團，也唔係政府做嘅，係大家老百姓一條接一條，當有感情嘅一個樹公園。同太樹看作係歷史文化傳承嘅重要資產，超過2萬條太樹，因為阿芬子幸運嘅生存落來。也因為推廣愛護太樹嘅理念，當然加入佢嘅行列。阿芬子唔單止係太樹媽媽，更係環保行動家。